第3节，主我兄弟，主必领导，记住我无条件，主为他的高万大，心愿我能追求。好，来，咱搁来看另外一首圣诗，圣诗73首。细汉囡仔着来听，恁着来听。咱先听一遍吼，这条歌应该足侪人拢会晓唱啦吼，只是久无唱啊，检查有的人响应袂记吼。啊，这条歌莫唱慢吼。来，咱做伙来唱第1节。细汉囡仔恁着来听，天顶地拢吟诗，真好消息报全世界，予恁带去大欢喜。早的庄稼渐渐收成，最最地上万不不，那个你的内下的条件小心当何能？第1节搁一遍哦。细汉囡仔恁着来，小可较紧一点啊。拢吟诗，真好消息告全世界，予恁带去大欢喜。早的庄稼渐渐收成，最最地上发团丰。那条你的咱的下人，也是小心当何能？来，咱来唱第2节。命恁出声无人吟诗，大声恁讲万国最好消息爱用听伊，最多的主爱你家，兄弟听谈世界情人，比比出是咱中间，做咱朋友我靠稳当，欢喜乐意相帮衬。来唱第3节。江山也更谁为，我是就来做啊，伊无看淡世间富贵，甘愿忍受的有难。细汉囡仔恁着来听，大家唱歌大欢喜，真好消息予全世界，主耶稣你的出世。咱若细汉囡仔，希望讲，虽讲咱拢已经大人啊吼，但是咱的心亲像细汉囡仔来到主的面前，请咱准备心来今仔日的敬拜。
请咱安静心来备办心来参加今仔日的礼拜。着对上主唱新的歌，全体拢着对上主唱歌，着对上主唱歌，称赞伊的名，着日日宣布伊拯救的好消息。咱三甲来吟诗，圣诗第35首，主我上帝至尊至大。会众请起立吟全首。对。
咱游玩起来，咱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伊在小玛利亚出世，伊本着彼拉多平凡受苦，因是你的是来造人物，在地上了我，上天，他这全能的上帝大名，伊的名来心看我人甲世人，我是相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上方，做社会，要给我，永来华命，阿门。请坐。来读启应文，我来启会章来引。启应文第22篇，诗篇95篇。来啊，咱来唱歌，学乐上主。咱得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伊统合地极深的所在，伊创造海洋、大海属伊。来啊，咱着鞠躬敬拜伊，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三个额头来祈祷。主比听堂的天父上帝，阮的主，阮感谢你，告诉阮经过一礼拜久的时间，互阮阁有机会，大家三甲伫桃园教会伫遮来聚集。天父上帝，阮满心感谢学到你，因为你赐下耶稣基督成做阮的救主。借着基督耶稣的救赎，定死是一价顶流出宝血，担当阮的罪过。阁使阮活命甲圣神，互阮会当坦然无惊吓，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主，你设立你属于你家己这个属灵的大家庭，桃园教会，成做你重要的器皿，福音的出口，保守牧者甲正忠职同工，拢会当忠心徛稳伫主的话语，带领游群进入教会。成做信徒的模范，主，阮恳求你保守你的子民脱离这个世代的邪恶甲幽险，求圣神开阔因属灵的目睭，会当看见上帝的代志。今仔日借着新学生、高级人新学生来传讲信息的头棒，用油抹伊的喙。阁互伊有属灵的智慧，阁有圣神同在，互阮会当来学习加讲伊好怜悯的功课，互公义心被打破，甚至互你来过旧换新，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愿你的国降临，愿你将王权坐台位，拯救台湾每一个失丧的灵魂，互万百姓因为你得到真正的平安甲福气。无搁沉沦伫罪恶的捆绑，赐予阮一个良善的社会环境、安定的政治甲经济。若是合得你旨意的，求主成全应允；若是出伫迄个歹的，求你来阻挡看顾。安尼祈祷是奉错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来读上帝的话。尼希米记第8章第1节到第10节。迄时，人民拢同心一意聚集伫水门前的广场，
因请经学教师以斯拉将上主通过摩西颁布予以色列的律法一册带来。7月初1，这时以斯拉带律法的册来到会众面前，其中有男有女，甲所有听了会明白的囡仔。以斯拉伫水门前的广场对天光到中昼，伫会众，就是遐个男女，甲听了会明白的囡仔面前读迄卷律法的册。人民拢注意咧听，经学教师以斯拉徛伫因为着即个代志用茶特别做的台仔顶，因伫伊的正边有马塔天亚、喜玛、阿乃亚、欧利亚、希列加、甲马西亚。因徛伫伊倒边的有比大亚、米沙利、马金亚、哈孙、哈别代拿、撒加利亚、甲米苏兰。以斯拉徛伫台顶，伫人民的面前爬开即卷册，因一个爬开，大家拢徛起来。以斯拉称赞上主，至大的上帝，众人民拢举手回应讲：阿门，阿门。因拢压头压伫涂骹敬拜上主，人民拢徛咧。利未人亚孙亚、巴尼、述利比、亚敏、阿国、沙比泰、何地亚、马西亚、吉利他、阿萨利亚、约撒伯、哈南、甲毕兰亚，帮助人民明白律法，因读上帝律法的册，翻译佮解说内面的意思，人民就明白所读的。省长内希米甲祭司拢是经学教师的以斯拉，甲教导人民的利未人对人民讲：今仔日是上主，恁的上帝的圣日，毋通悲哀啼哭，因为全体人民听到律法的话，拢啼哭。内希米甲因讲：恁去食上好的面，啉甜的酒，无准备食面的人，就吩咐因：今仔日是咱主的圣日，恁毋通忧伤，因为对上主得到欢喜是恁的快乐。愿主祝福听伊的话，可去行的人。赞美，请圣歌队来就近我。
正道，请神学生高吉林，伊要传讲的信息是听，一齐来听上帝的话。兄弟姊妹平安。咱开始先来做祈祷，咱做伙来祈祷。听阮的主，阮感谢你，互阮会当来到你的面前，来领受你的话语。求主嘛帮助阮，会当照着你的话，照着你通过耶稣基督的拯救，互阮的性命，伫今仔日开始嘛会伫你的改变内面来行。求主保守，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兄弟姊妹平安，我是台湾神学院大学3年的学生，我叫基林。我真欢喜代表台神学校来到桃园教会来请安。但是我想讲，除了可能是校友，也是有读过神学系的兄弟姊妹。以外，毋知影逐位对阮遮的神学院的学生的认捌是安怎？是毋是认捌是即种的认捌是一定真纯洁的信仰啦，还是一定足想要成做传道人，还是无遮的人？还是其实兄弟姊妹恁嘛捌想过要进到神学院来读册？不过，我个人想要甲大家分享的是，其实伫神学院内面的人，无一定是想要成做一个传道人的。有的人是为着学习上帝的音乐，有的人是要认捌上帝所做的家己，所以来到神学院来读心理学。嘛，有的人是要搁较认捌上帝甲家己的关系。嘛，有的学生是期待会当伫神学院内面有受到搁较好的装备来服侍上帝。以及神学院的学生，因的年岁，阮遮的年岁无一定是亲像我共款，20岁到40岁的少年人。有的学生，伊的年岁嘛真大，已经是社会中退休的学生。嘛，有的是。毋是长老教会的学生，但是更较重要的是，阮遮的神学院的学生，真主要的就是会当来到神学院来更较了解上帝，更较了解基督甲圣经。这就亲像今仔日的经文，以色列人有真长的一段时间对上帝的话其实是毋知影的。即阵来到水门的矿场，前的以色列百姓。因为南国的犹大互毁灭了后，互巴比伦王要求离开耶路撒冷，前往到巴比伦帝国内面。了后是波斯帝国来甲巴比伦灭亡了后，因才有机会转去到耶路撒冷来重新建立因的圣殿。你是毋是伫6章甲7章有讲到？当耶路撒冷圣殿甲城以及百姓的厝，拢已经完工了后，只是已经来到犹太人因的第7个月。对现在咱的时间来讲，大概是10月份到11月份的中间。以色列因的第7个月第1天是分隔日，伫利未记23章以及民数记29章有特别记载即天。这一天就是以色列人因的新年，因爱来分割，因袂用个工课，因敢若会当做一件代志，就是到上帝面前来献祭，以及来敬拜上帝。所以，尼西米做波斯统管耶路撒冷的省长。但是伊嘛是以色列人，甲祭司伊苏拉做伙将耶路撒冷的百姓来将因组织起来。
因全部的人要来敬拜上帝，来听上帝互摩西的律法。这律法毋知影大家知影是倒几本册无？有人知影无？就是我有听到，就是圣经的头5本，就是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甲民数记，还佫有就是申命记。这通常拢称做摩西五经，嘛有人会讲叫做妥拉。只是这会转去到耶路撒冷的以色列百姓，因经历3遍互掠到巴比伦，第3遍是主前的580年，南国犹大灭亡的时阵，就是耶路撒冷的圣殿互毁灭，耶路撒冷的百姓互掠到巴比伦，所以这阵互掠去巴比伦的百姓离开耶路撒冷，互当作奴隶来对待以外，因互管理嘛，因为因的生活互受到限制，嘛爱开始来学习巴比伦的文化。了后，当波斯帝国灭亡巴比伦了后，这个流浪伫外口的以色列人，因继续学习无共款的文化。直到第一批转去到以色列，已经是主前的538年。上后互掠去巴比伦的以色列人，就是第3遍互掠去的，已经过了48年啊。到离什么？因带第三批转去到耶路撒冷的百姓，就是过了94年的时间，所以总共是142年。当时以色列人差不多是12岁、13岁的时阵，就会当来结婚来生囝，就是讲差不多12岁、12年、13年就新的一代的以色列人。这会转去到以色列人上济的可能是11代以后的以色列人，当因开始敬拜上帝，来听律法的时阵，因敢讲会当来理解上帝的律法吗？还是因听有律法所写的文字、写的语言呢？这互我想到伫台湾过去伫国民政府咧统治的时期，就是到1980年的时间，这段时间，国民党有一个政策，就是国语化的政策。伫这个政策的影响内面，不管是原住民，还是河洛人，还是客人，佫有甲国民党做伙来到台湾，才会袂晓讲国语的江浙人的后代，拢伫即个政策内面袂用爱讲因原本的母语。经过几6代以后，我想伫国语化的政策，咱真明显看到现在新的一代少年人，包括我嘛是同款。少年人对母语已经袂晓讲啊。我会记得进前有一个技师问我，伊问我的台语是安怎学的？我甲大家讲，其实我的台语是进到长老教会，因为我是第1代，所以当我进到长老教会，我已经是17岁啊。迄时我才开始学即个母语，开始想到即个母语伊的重要性。但是回想过去，我的爸母也是我的阿公阿嬷，因会互相来讲台语。但是不管是我的老爸老母，还是我的阿公阿嬷，对我来讲，因敢若袂晓对我来讲即个台语，嘛袂要求我爱讲即个台语。这可能就是国语化政策所带来的严重的影响。这就亲像较多在讲的，这会经历过好几代以色列人，虽然巴比伦帝国还佫有波斯帝国，无强调因爱来学习
因爱禁止以色列人来学习因的母语，但是离开家乡的以色列人，为着会当甲遮的巴比伦的人，因的人民来生活，甚至后来波斯帝国的人民嘛是共款，因开始学习因的文化，对教育、语言甲生活来学习。有的以色列人嘛，甲其他的族群、外族的人来通婚，所以伫即百多年的时间，可能遮个口传、嘴所讲的传承落来，遮个母语也是律法的教育，可能是真无完整的。因为即阵转去到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对律法的因的认识是伤过低，甚至真侪人看袂迄个希伯来文，所以才会伫外地生活成长的以色列人，因当带有遐个其他的所在的语言，也是生活的习惯，也是信仰的习惯。这嘛是尼西米甲伊斯拉所烦恼的，人民袂晓因的母语。因毋知影因的问题要安怎来看，要安怎来读，佮安怎互因听有上帝互摩西的律法呢？甚至互以色列人因来悔改，佮遵守上帝的律法呢？毋知影兄弟姊妹有每一日灵修的习惯无？伫读圣经的时阵，拢是安怎的心情来读呢？佮是安怎？知影圣经要甲咱讲的代志，也是因为当咱是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的基督徒的时阵，咱看咱的父母的信仰，因为自细汉可能看因是看到真侪迄种歹的画面，所以因为安尼对上帝的信仰无真侪感动，也是读圣经的时阵无有遐尼强的感动咧。但是上重要的是毋是看圣经是看画面，就亲像即个圣经甲咱的生活，敢若无法度来连接共款。这互我想到，伫我拄啊信主的受洗礼，拄啊成做一个基督徒的时阵，迄个时阵我17岁、18岁，每一工灵修的时阵，有真侪时间是看创世纪，还佫有出来记。以及新约的四福音书，因为即几册因的故事性较侪，嘛较好读，嘛真有趣味。不过遮个经文读完就是读完，但是我可能有真侪时阵是无明白内面的意思，亲像马太福音第1章。一开始咧讲的耶稣的家谱，对一个初信者的我要安怎来知影即个家谱是要来强调耶稣伊身份的来源的，以及是要印证旧约咧讲的弥赛亚的预言。我会记得有真长的一段时间，我以真言咧做灵修。刷落来几个月的时间，主要拢是因为拢来读真言，因为真言是31章，拢总是31章。当时我想讲一个月有30天到31天，所以我就将真言一章当做一天来读。所以当我第1个月的时阵，安尼来读，我心内咧想，真言其实无好读。足歹读的，虽然有真侪句子我是看会有，但是前面跟后面连结的时阵，我毋知影伊到底咧讲啥物，就是一章内面到底有啥物款的主题，伊敢若有真侪主题共款。我想讲是毋是我无智慧，因为真诶内面有讲敬畏上帝是智慧开端，所以我是毋是无敬畏上帝，所以我想讲，我来加读几
几遍，但是读了第3个月了后，我感觉感受到，是我语言无好吗？还是我较戆咧？顶多就是从迄个经验内面较特别的一节经文提出来分享。直到读神学院了后，我才明白讲，真言有一真大段应该讲真言伊完整的一册，是经过生命的经验所累积的智慧语言。前后较歹来连一结，也是读起来经文，即节甲另外一节的经文其实有矛盾的。所以我有真侪年的时间，我家己的灵修会特别跳过遮较无好读的圣经。我总是对一年内面会当将圣经完整来读2遍、3遍以上的，感觉到因真厉害，嘛非常了不起。因为亲像我拄仔所讲的，圣经有真侪册，我是读无的，亲像箴言同款，我看袂明。但是无一定我完全无明白。但是亲像但以理书，还佫有启示录即两本册同款，即两本册是启示文学的册，毋是我会摕来灵修的册。因为过去我想讲，这两本册是预言未来的书，但是了解了后，才会当明白哦，原来启示录甲但以理书即种的经文，爱先来了解的是旧约时代，啊，佮有新约时代的历史、人文，啊，佮有社会文化，袂用个黑白来解说。另外，兄弟姊妹，当咱咧读经的时阵，毋单单是因为经文，也是册。圣经的册，咱读袂明，甚至伫真长的灵修的时间，咱可能敢若是读完就结束啦，无一定会去思考圣经经文内面在讲啥物，也无一定会去了解经文爱对咱来讲啥物，对咱要来做啥物。加上咱有真侪知识、经验、道德，拢是受到台湾国家的基本的教育所影响的。台湾就是受到亚洲大家的思想的影响，尤其伫基础的教育中间，咱会当常常看到的是儒家的思想的教育，亲像去疼人，儒家所强调的疼人是不断修课家己的心来实践。爱将家己的心完全修炼到，咱爱完全愿意去疼人才会当。但是咱基督教咧，基督教的信仰强调的是，咱爱去倚靠上帝来疼人，因为咱知影咱无完全，所以咱是用一种回应上帝的方式，来完全顺服上帝去疼别人。所以，这款无共的价值观，咱真容易伫国家的基础的教育中间来影响到咱对圣经的理解，可能嘛造成咱有真侪时阵无明白圣经要甲咱讲啥物。兄弟姊妹，当咱愿意来到教会来敬拜上帝的时阵，安尼真好。但是，咱对圣经所要甲咱讲的，真正是有了解的吗？还是有真侪时阵，亲像较早去讲的，咱有真侪的经文是无了解、无明白。但是咱只要会当来到教会，为上帝来服侍，来服侍其他兄弟姊妹，安尼就心满意足啊吗？亲像真侪人，真侪的基督徒也是毋是基督徒，亲像我妈妈嘛是共款。伫我妈妈还未受洗的以前，伊常常咧讲的一件代志，就是任何宗教拢是考劝人来做善事，所以基督教嘛是考劝人来做善事的宗教。
安尼了解敢是好的吗？今仔日经文，尼西米甲以斯拉一定嘛真烦恼，即阵离开遐尼久的以色列人，因失去了母语的迄个能力，也受到其他文化的影响。到底还阁有偌济人会当明白上帝互摩西的律法呢？所以尼西米甲以斯拉决定照着即个找分隔节的即天，所有的人停落来。将因的工课放做一边，做伙来到上帝的面前来过新年的时阵，因将所有的百姓组织起来。经文讲到即阵人，毋干那是特别的少数的对象尔。即阵人呢，会当来解说是完全的，是全部的百姓，甚至是规个国家的百姓，因为才会来到水门矿场的百姓，毋干那是以色列的男性安尼，毋是男性安尼，还阁有包括的是遮的妇女，因的妇女，还阁有年岁较大的老人，甚至有真侪来到即个矿场的，有因的囝，就是会当分辨代志的婴仔。还阁有因为通婚，也是其他因素来到耶路撒冷的外族人。真趣味的是，将遮的所有的人聚起来的目的，就是要互因对细汉开始到老人，对查甫到查某，无有一个落去，拢爱来做伙来理解上帝的律法，上帝的教导，要爱咱来做甚物呢？尼西米甲以斯拉嘛真注重迄个细节，而且因的目的毋是干上帝来交差个尔，毋是有做就好啊，是真诶要互百姓因知影律法所讲诶代志是甚物。但是因为遮诶人真侪，咱会当想象，亲像国中也是高中诶操场。满诶拢是人，靠一个祭司以斯拉一个人的声音，伊安怎话拢有可能无法度互所有的人听到，因嘛无法度来知影说讲以斯拉咧讲甚物，而且当时无迄种移动式的电子音响，嘛无麦克即种物件，而且对逐所在内的遮个百姓。因的语言其实拢无共款，亲像对法国来的、对美国来的、对韩国来的、对日本来的，因的语言拢无共。若是讲以斯拉用希伯来文来甲因做伙讲话的时阵，一定有真侪人是听无的。所以以斯拉找13位对律法较捌的利未人。因无共款的方式甲语言翻译，互在场的遐个人民来听，而且毋干那是读遮个经文尔，阁做真侪迄个解说。有诶可能是用大人的听有诶解说方式，嘛有诶是用囡仔会当明白的解说来讲，就是要互所有来到遮个百姓会当明白。到底上帝的律法在讲甚物？所以当组织伫水门矿场的百姓，因专心来听规工。虽然遮以色列人可能是第一遍将上帝的律法、上帝的要求听到遐尼清楚，但是，互因真感动。即种的感动到后的感受。是包括因过去，对过去开始，因的祖先明明知影上帝的律法甲要求，却转来违背上帝，无愿意来听从遵行上帝所要求的，才会罪无来痛悔。以及虽然经过140多年，但是上帝也是愿意纪念这流浪伫外地的以色列人，
伊愿意赏赐伊的恩典，会当互遮的百姓转去到耶路撒冷，而且互上帝，互因会当来到上帝面前，真心甲上帝建立好好的关系甲感谢。今仔日咱会当看到遮个以色列人对波斯帝国转去到耶路撒冷，重新将因的圣殿建立好了后，毋干若是故事的结束，尼西米甲伊斯拉重视的，反倒来是以色列人会当率接因的性命，或者以色列百姓照着伫敬拜中间。听上帝的话，开始来迎接因的新年，正做一个开始的机会，互以色列人为着过去无愿意遵守上帝的话来认罪来悔改，要互因会当继续正做上帝的子民，来学习上帝的话甲要求，做一个开始。亲像耶稣伫马太福音5章17节所讲的。我用华语来读，不要以为我来的目的是要废除摩西的法律和先知的教训，我不是来废除，而是来成全他们的正义。安尼讲起来，上帝的话应该是要来成全，唔是干那听尔。兄弟姊妹。今仔日真欢喜来到桃园教会来分享信息。这段经文通常是伫教会节期中间放伫新年的开始，就是差不多1月也是2月，咱的旧历新年的时阵所读的经文。目的是要甲咱讲的是，伫新的一年开始的时阵，咱爱继续将上帝的话放做咱生命的准则。但是这段经文嘛会当正做咱时时刻刻的提醒，咱是毋是真正将上帝的话放伫咱的生命摆做第一，正做咱生命的准则的。我想过去几若年大游行的奉献主日，我相信大家会当常常听到的是神学院完工什么款的建筑，什么款的所在。改善，以及佫欠偌济钱，还需要来大家来支持。的确，我嘛是要来大家来报告，小小报告一下，就是台神今年将女生的宿舍重新来整理，重新来整理，嘛将原本迄个小木屋，好好有一个咖啡屋、小木屋来改建。当然嘛，同款需要大家做伙继续来支持好好。不过上重要一件代志，我要甲你讲，今年我就将我的太太带入去到台神，伊今年正做台神的新的新学生。现在我的太太，我拢讲，我的太太是我的学妹，伊开始要来专心。就是伊的未来要来专心为上帝来服侍，而且甲伊做伙去到学校的遮个新的学生，遮个新的新学生，除了大学硕士班，还有音乐硕士班，还有灵性諮商的硕士班，总共是45名的学生，拢是一群相当热情。学生，因想要学习的是佫较侪甲信仰有关系的知识。每一个学生除了本身要学习的专业，拢爱学习，嘛爱来学习生育甲教育的升学知识。因为安尼，伫开学了后，我就看到我的太太每一天，伊拢摕伊的录音笔去上课。伊第一学期就是这学期的时阵，伊去上的是升学的升学基础，还佫有生育的圣经，以及基督教的历史。因嘛爱来学习诗班的合唱。我看伊嘛真认真来对待每一个课，但是嘛真辛苦的，伊在面对的，就是伊每一个礼拜拢爱甲同学来讨论，
为着是来教新约课程所要求的功课。因个功课真特别咯，因为功课毋单是讨论圣经这段经文和学生的感动是啥物，也毋是讨论新约经文咧讲的是啥物。因咧学习的是，就是马太福音有偌济的经文是参考马可甲路加的经文来写的。因嘛咧讨论的是，是毋是有其他历史的文献所记载是甲使徒行传是合的，以及罗马帝国文化，还佫有迄个时阵的犹太人的文化，来补强经文中间无讲的代志。毋知影兄弟姊妹敢有听过较拄仔所讲的？遮个学习，可能有的人有听过，我想嘛有人可能嘛无听过。所以伫遮我要来招生啦，因为我拢甲我的太太、我的同学讲，我招生其实我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将我的太太招入到台湾声音。所以我即马我的目标已经达成啦，但是嘛爱来甲大家分享的时阵，分享的是咱咧读圣经的时阵，有时阵会无明白。所以，若是对新约、对旧约有兴趣，台湾神学院对桃园来讲是真近的。所以欢迎大家，若是对新约有兴趣，会当来台神来上迄个吴梦汉老师的课。我想以前应该是有来到遮来，甲大位来讲道过。而且神学院安尼学习，其实就亲像今仔日经文中间尼西米甲伊苏拉所做的代志。不过，不管是咱伫教会是偌久，还是读了偌济经文，甚至一年将规本的圣经读2遍、读3遍、读4遍，但是咱阁真侪所在无明白，因为较拄仔所讲的，尼西米甲伊苏拉，因当时咧读的圣经加5本册尔，但是咱即摆爱读的是几本？39是，是36册是旧约，啊27个是新约，加起来是偌济？66册哦，咱即摆爱读的是66册，毋是5册啊哦。因为安尼，除了教会，神学院嘛，诚做咱上重要来学习圣经的所在。互现代咱会当搁较深的了解上帝伫经文中间、伫圣经内面对咱讲的话。所以你若是兄弟姊妹，你若是对上帝有感动，欢迎做伙来到神学院来做伙学习上帝的话语。也是过年的时阵，会当来神学院来走走的、行行的，来赏樱嘛会当，嘛会当安排野外礼拜来参观咱所支持的学校。上后，搁再一遍来感谢兄弟姊妹，互我有即个机会来到桃园教会来请安。长老教会目前有3间神学院，还搁伫招收、招收学生来增备咱的主内的兄弟姊妹。有以前的台南神学院，现在叫做南城神学院，伫台湾后花园的玉山神学院有三神学院，还佫有即马咱台湾神学研究学院。真感谢大家过去到即马的支持甲帮赞，甚至到主古来的进前，神学院嘛会当诚做咱做伙来学习上帝话语，比圣经今仔圣经搁较好的水门空场，咱做伙来祈祷。听阮的主，阮感谢你，互阮有即个机会来通过今仔的经文，互阮知影主你对以色列人的拯救，你纪念因，所以将遮个伫外口、伫耶路撒冷以外的百姓定心，
互因转去到耶路撒冷来。来到你的面前，就借通假读圣经来甲你定心来和好。现在我嘛真感谢你，你赏赐互阮的是耶稣基督来到阮的中间，咱会当通过耶稣基督你所赏赐的拯救，互阮会当来到你的面前，来甲你立约，嘛成做你的子民。所以求主帮助阮，会当伫阮每时刻咧灵修的时阵，咧读经的时阵，有的时阵会无明白，有的时阵读无，但是阮知，阮有真济的方式，有真济的所在，毋干若是教会，毋干若是读经班，还佫有神学院，会当成做阮来认捌你的所在。所以求主帮助阮，有真侪时阵，互阮会当踏出去迄一步，互阮会当来到你的面前，更较实在主你所教示阮的话，互阮成做你所欢喜的基督徒。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咱新人先有带来一出影片，吼，来台湾新人嘅介绍，来请咱同讲。150年前，只有28岁的马介对远远加拿大来，台湾就亲像是偏乡。我记得迄边是一个风台天，然后我就来到遮，迄面真恐怖，因为就是风台。然后我的手机就一直咧亮迄个土石流的警报，我就真惊行到火敢会雨水冲走。然后突然间就有一种真无助的感觉，是甲第一遍来的时阵真无相款，因为即遍是只有我家己。然后就一直想起讲真有诶无则讲因的厝顶漏水，然后我困便所，我就突然间感觉讲，对，我即马已经到一个偏乡的教会啊。就亲像是我家己上天的家人同款，阮阁是同胞，阁是兄弟姊妹，然后看到遮样棍是无遮通继续。我无休落去的时阵，我伫上帝面前就一个悔改，伫上帝面前祈祷，安尼死就死啦，就亲像一粒麦仔，若无落伫土里，就袂当结实济济。伫这个所在，嘉义县番路乡，侪人拢是做实为主，教育水准比较大都市来讲，无遐尼啊会悬，经济收入也无遐尼啊会好，所以这是上大的差别。伫生活顶面嘛有侪差别，亲像草地这个所在，大多数人拢是早早就困，早早起床，因为要去做事。我感觉讲，并毋是地理位置的偏僻，乃是即个偏僻是存在伫人的心内。服侍时间常常是对头来，也会当讲是用一种随时改变的方式做调整。毕竟无一项事工是对头到尾拢无改变来结束。这个事工因亲像只有在夜景。但是敢若无法度收挂，所以有诶事工我其实就是改行，或者是直接暂停。我应该爱做较侪诶事工是伫同工诶起做顶面。我毋是为着家己行即条路诶，是为着上帝诶旨意。我是伊诶仆人，上帝要叫我去倒位，我就应该顺服。会来到这个所在，也是我甲上帝祈祷讲。我想要到偏乡，上帝也真正回应我的祈祷。离开这个所在去北京教会服侍，有时阵我嘛会安尼想，但是当我进来详细甲
家己的呼召来对话的时，就会感觉讲，既然上帝已经答应我来这个所在服侍，安尼我就爱伫这个所在有较久长的时间，除非有真清楚的指示，我应该离开，我才会离开。我认为上帝的路步嘛是爱看上帝的心意，所以我就是祈祷，然后伫祈祷的过程中间，其实无上帝爱我离开边人的记号，也是感动，完全拢无。反正是伫祈祷中间看到一寡囡仔的面，兄弟姊妹的面，然后伫迄个时阵，我就决定要留伫边人。若毋是上帝爱我离开，一定有上帝伊的心意。旧年我将我的户口迁徙来遮，这个身份影响是搬过传教者的身份，也帮助我重新调整。我的服侍毋是只有伫教会，也是甲教会有关系，伊是搁较宽，我会当甲搁较侪人来互动接触。马街的宣教事工，现今还搁伫台城继续，对学堂中以及团契生活内面，延续马街精神。阮是一群活伫异象中的人，伫上帝国做梦，同齐兴旺福音，点着生命的火。台湾新学院的校训就是对上帝有信，对人有疼，对土地有情。阮的使命就是要培养一群敬畏上帝、听教会的传教者、甲教会侍奉者，继续传承马街的精神，就是谦卑顺服伫上帝的呼召，愿意去到上需要的所在，通过听甲受苦，互人会当经验到耶稣基督的福音所带来的拯救甲盼望。也因为安尼，阮真需要正教会兄弟姊妹你的支持、奉献甲带导。兄弟姊妹平安，我这边真欢喜会当伫遮，较拄仔是校校所要互大家看的影片，伫遮嘛真欢迎，较拄仔所讲的就是校有真侪改变，可能每一年拢有无共款的所在，会当互阮会来到学校来发现。今年就是新的女舍，就是女生的宿舍，重新来装潢，搁有迄个小木屋的咖啡屋也会做改变，但现在还没好，所以现在去看不到，可以看到外观，但进不去。如果说明年过年的时候可以来走走，就是来这边，来学校这边来看看樱花，也可以来呼吸一下那个新鲜的那个什么芬多精，对，芬多精，因为学校在山上。那在这边也感谢各位能够让我来到这里，然后也很欢迎大家如果有感动的话，来到学校一起来成为我们的学生，我们一起来学习上帝的话语。因为在教会的时候，我们可能有很多时间，真的一个礼拜六或一个礼拜天，我们没有太多时间来认识上帝。但是如果你愿意可以花更多的时间来到学校的话，我相信有更好的装备来帮助我们。谢谢各位。咱三甲来吟诗，73首圣诗，73首细汉囡仔恁着来听。请要将起立吟全首。
嘉泽奉献，嘉代建成张伯钧执事。会将车起立。报告大仙，咱来看今仔日的金句。对天光到中昼，伫会场，就是遐个男女，甲听了话明白的囡仔面前，读迄卷律法的册，人民拢注意着听。尼希米记8章30，请。对天光到中昼，伫会场。就是遐个男女，甲听了话明白的囡仔面前，读迄卷有法的册，人民拢注意着听。尼8章30，对天光到中昼，伫会场，就是遐个男女，甲听了话明白的囡仔面前，读迄卷有法的册，人民拢注意着听。尼8章30。咱来看第一甲第二页，澳洲的侍奉人员甲州间各种的聚会，主日学小组的聚会，奉献的名册，咱请咱来家己来看。第三页，消息报告，本主日是台湾新学院奉献主日，咱欢迎高麒麟新学生到本会来请安分享甲报告，请为伊的事工来代祷奉献，并且来颁发奖学金。咱牧师富林牧师到中立教会来请安报告，请大家代祷。第二，传道部甲圣诞节的筹备会议中午12点30分伫701教室来召开。请以下人员来出席参加。南门国小停车场的消息，因为有活动，今仔日来暂停来停车。后主日奖学金审查委员会伫礼拜三702教室来召开，请委员、主任来出席参会。行政部会议伫中午12点30分伫6楼办公室来召开，请部员出席参加。教会消息，洗礼的课程
即将要开始上课时间，伫11月21号到12月2号，才要洗礼兄弟到办公室，赶紧来报名线上的课程。关怀礼金，咱教会北8区小组65岁以上11月份生日的长者，请各区长向干事来领关怀的礼券，伫适当的时间来探访。圣诞歌今仔日开始来预定，登记一直到12月4号来截止。口味有3种，单价是18块，请要买到6楼办公室向干事来登记。具体消息，本会邱凯婷姐妹11月9日安息主怀，定11月18号拜五下晡1点30分，伫殡仪馆举行日暮个别礼拜，请来关心代祷，并且来安慰遗族。合作社消息，今仔日中午12点半伫701教室来召开，请李干事出席参加圣诞节的活动，请咱家己来看。请注意时间日期甲时间。以上来，请做着长乐。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先来欢迎咱高基林实学生啊，透早来对这个阳明山草山遐赶来遮啦。虽然这个台语无练转总是我看伊伫流汗，可能是真紧张啦。不要紧啦，以后若常常来吼，反正惯势你讲话就较顺嘛吼。谢谢来欢迎啦吼，我咧代表牧师啦哈，因为这个奖学金吼要颁发互伊。咱教会吼，每年吼拢有3间的神学院有奖学金啦，这拢固定的，真久以来拢安尼。台神啦，南神甲玉山神学院拢有这个奖学金。总是有一个条件，讲恁来推荐一个上好、上优秀的神学生吼，来将阮教会来甲阮分享信息，介绍恁的神学院，阮颁发奖学金。总是这个奖学金吼，金额嘛咧袂少。所以我拢回去好好今日一个象征尔但总是我咧报告吼，这神学生伊台语无啥练转，总是今仔日信息真要紧啦。大家做伙来听上帝话，因为这上帝话是咱的生命的根源啦。你若无上帝话吼，你活这世间吼，行尸走肉，你活咧世间无价值、无意义啦。所以吼，这上帝话真要紧啦。爱讲来读上帝话有当时爱读好迄个爱靠圣神的帮衬，圣神的开力。你要读圣经正经，就我咧祈祷，圣神来帮衬你吼，你才看有啦，这上海真要紧啦。我来顺续直接来报告啦吼。有一项吼，咱嘛真毋甘啦。这个邱凯婷姊妹吼，我咧真少年的这小姐吼，伊是我的这个成人班的学生啦，拢有来上我的课啊。一阵仔煞无来，叫我拄着，我甲问讲，看你哪无来上课啦？伊讲我咧去偏大吼，咧食头路，底下咧共送便当啦。我咧家境无好啦，真困难。总是真友好，这个查某囡仔吼真友好。伊老爸吼中风住店经病院，就甲我讲，老师你毋是去看阮老爸伊就要信主吼，是毋是吼？伊这中风吼，我毋知当时的过身吼，真正要紧的，这生命的代志吼。你要甲讲，这福音要传互伊。我怎咧真正去咯？去长庚病院看见老爸吼伫遐，我就讲你要信主，你的生命爱顶头生，若无吼，你若死去吼，这灵魂吼，毋知要去倒位啦。你也爱备办安尼，我甲讲。伊讲不要紧，我的查某囝有信，阮厝的一个代表就好安尼。这个毋是讲一个是讲全家得救咧，拢爱接受这个福音啦。所以我即马吼真毋甘讲，查某囡仔讲都安尼，
回头吼去跋倒啊，跋倒了以后吼，9号就过身啦。啊，18号吼要告别式啊，伊说家境无真好，啊，咱大家爱甲关心，迄厝诶敢若伊一个姓主尔。哦，啊，伊这伫即个殡仪馆吼，怀德厅吼，怀德厅咧，可能是我看咧周报哦，18人下晡1点半，啊，大家去甲关心吼，甲带倒啦，吼，即个家庭需要那个关心，哦啊，毋望上帝来带领，哦，即个告别式拢当顺遂啊，哦，啊，我想出来报告，有介绍迄个新诶人，今仔日有啊无？拄则有名单来无？没有，今仔日无新诶人吼，啊，大家家己拍一个手咧，讲安尼。疫情遮严重，过来吼，真勇敢。啊，来上帝甲恁大家祝福啦，一个祝福吼，咱新学生遮优秀的学校推荐的，哦，搁遮缘投，所以咱这个继续来关心这个学校，关心这个升学教育啊，以上。祝福车恳，咱来吟397首，愿主赐福保护你。请起立。同心来祈祷，亲爱天父上帝，我感谢你，你今仔日差派阮新学生高技能新学生，今仔早起时就来分享这要紧的信息。我知影，阮人生若是无上帝话来引带，阮所行的拢是伫迷失的中间，阮所行的拢是黑暗的中间。总是你的话，你赏赐阮的话，是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来引带阮世人来行主你的道路。来得到永远的话，感谢罗你啊！今仔日早起是阮众兄弟姊妹来到圣殿来领受你的美牛啊！阮今仔日有这个邀克服你的话的时，啊，阮来得到把祝，阮来感谢。但这时，阮要奉你的名来祝福阮兄弟姊妹，愿天父上帝疼痛，圣囝耶稣基督恩典，圣神的相通，甲阮众兄弟姊妹三甲伫咧，对这时直到永远无衰。我请坐，电角。
平安的，咱互相请安，耶稣听你，祝你平安。